报道。高雄有3个新中学生得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，其中读光华国中2年级的李怡珍哦，伊是重度的听障。伫两会时装电子鱼，伊家己是真认真、真拍拼，克服种种的困难。即摆伊讲话哦，运动拢表现了真好哦，真正是真无简单。 对教练的指示拍球，对一般的人来讲可能真简单，不过对李怡珍来讲，就要克服听力障碍带来机体无平衡。击球的时候可能会在跑步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有一点失去它的平衡感。游泳它需要把辅具拿下，透过用看的方式，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些姿势。规岛顶的奖状奖杯，甚至阁摕过新奖星全国朗读比赛第2名。读高雄光华国中的李怡珍出示着重度的听力障碍，两岁了后才到电子耳啊，互伊的世界无声变有声。想到还有很多的人在我背后支持着我，所以我就会 放弃这个念头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，才不会辜负他们。经过练习，李怡珍会当用真清楚的口语来表达，佮会当教同学做功课。嘛，因为感受到正人的善意，想要回馈给社会，今年佮得到总统教育奖。虽然很辛苦，可是看到他今天一步一步、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，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。除了李怡珍以外，高雄佮有2个囡仔得到总统教育奖。 包含上细汉的王公国小4年的学生潘朴君，也佮有读福山国中2年啊，已经第2届得奖，有重度肢体障碍孙逸伦。因拢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，证明有障碍嘛会当活出精彩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